来继续来看台北市长郭文泰的太太陈佩琪，进前因为夫人干净这个议题，甲陈市长来相抢度。这个陈佩琪昨接受到网络节目的专访，再次出来讲对方暗指伊夫人干净，伊实在无法度接受。陈佩琪嘛来透露，讲郭文泰已经开始来准备要选总统了。另外，郭文泰有讲过，讲伊进无营，对囡仔有亏欠。陈佩琪讲到这条的时阵，是讲甲目屎流。通常这一代的爸爸都很严肃，所以他不会跟小孩子讲，他会跟我讲。哦，但是我也会跟他讲说啊，这没有关系，就是说你该做的我都有努力的帮你做到。讲到郭文泰对囡仔亏欠，目屎就顶落来。郭文泰太太陈佩琪接受网络节目主持人王伟忠的专访，开场几分钟，目屎就四淋水。卫生纸给我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陈佩琪真侪摆出面支持翁婿，进前才用破烂面册评论，红讲是夫人出政治，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对下。我们现在只有那个主持人跟一个市长参选人，他们做一个广播节目。那我不晓得他们广播节目就谈到一个夫人干政，也有特别讲到我的名字，我马上就发脸书这样子，就说我不能够接受你这种。现在就像说他们那是一个选举的公话，你就是不要理他，要学会忍耐。郭文泰有意思想要选2024年总统大选，陈佩琪嘛讲已经有在准备啊。他就决心就是下一任就是要在结束之后要选那个2024年的总统，他也是一样，他会找很多人来谈的，当然不是市政，就变成有一些国政。他现在开始在准备这些事情。对，那其实我就觉得他很多时间就是忙在，就是说他去当学生去上课。陈佩琪接受专访嘛，提真济为地位家庭讲到政治，佮伫咧现场讲到流目屎。郭文泰本人规人无煞煞，唔知这件代志。昨天有看到佩琪有哭吗？哎呀，回去他都没有跟我讲。郭文泰任期伫要收尾，想要佮爬起嚟，太太就算喊你破烂面册，嘛是做爱上媒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